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4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接近溪北大新营地区的欢迎，上届有效的就是开片道路，其中南80线甲南74线一直到县172线这节，因为被高速公路挡掉的，变成爱塞路，真无方便。不过伫地方向中央争取5亿，顺利伫3天前时间以后，伫今仔日下晡正式通车启用。地检水国小人狮团的老李组长以及市长、议长、立委甲地方议员乡亲的共同见证之下，新营甲咸水区南80线、南74线，交接到县172线工程正式完工通车。地方抱着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会长干部局长表示，其实该路段合并进程的规划，只是卡伫拢无经费。后来伫各界向中央积极争取着总工程费5亿，才顺利施工。另外，市长李梦燕嘛亲自主持通车典礼，表示上要富先开路，希望突破道路塞车的困境，来带动地方欢迎。咱这是关系到咸水、新营甲后壁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交通瓶颈的拍通，拍通了会使节省咱这之间的这个联络的通车的时间，差不多10几分钟以上。嘛会使带动这个道路沿线1公里多两边的土地的这个发展甲繁荣。所以我想这是真值得地方的这个期待根据统计，原本对南80线开车到新营加入得爱10分钟以上，现在利用新的道路，未来只需要5-6分钟，大大提升行车效率。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由卫生局主办的无毒社区健康家园志工培训成果发表会，24号伫市府停场。邀请法务部、教育部、卫生福利部、主治大学甲里长社区的志工参加，互相分享贩毒的策略甲经验。近年来，毒品泛滥问题越来越严重，常常看到毒贩将毒品加入咖啡包、糖啊，或者是点心内底，就是有降低青少年的防备心。为了让社区民众强化毒品防治的概念，卫生局特别办理无毒社区健康家园志工进阶培训成果发表会，会中邀请各区的里长、社区志工参加交流贩毒的策略。即摆毒品呢，800种，真正800种，大概这几年来，讲同时呢，有当时要对袂到的，讲真正有130种。你也看，咱是要安怎应啦？目睭愈来愈疏所以呢。大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有哪爱知影这个囡仔会咧创啥？拢一个好基石嘛为后有啥物压力，伫咧学校呢接触呢，有可能囡仔一个讲试看卖一次呢一试定终身要戒毒呢，可能爱几10年的功夫啦。所以呢，为了咱的社区卖呢，咱大家斟酌来看。若有的时阵呢，咱会使。麻烦警察先生，若有呢，会使来麻烦卫生局，咱会甲转介，去做替代疗法。若非压的呢，我们也有这个医疗的方式呢，让他们离开这样的台南市为1803年开始举办无毒社区健康家园这个计划，办理至今已经办过254场宣导，巡回大台南7个行政区，总共141例参加。招募到214位社区反毒志工，结合政府甲民间力量，共同来反毒，避免社区被毒品侵害。民众若是对着毒品有任何疑问，嘛欢迎拨卡免费专线0800770885来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南区安平区市员候选人李启伟10月26号将伫大拿国体举办一场音乐会，除了邀请乐团现场演奏以外，也要替普悠玛事件受难者来祈福。
议员候选人李克伟表示，台南是文化首都，音乐的风气正鼎盛，政府应该要提供更好的环境，让艺文团体有表演的舞台，如此嘛会当带动休闲观光发展。伊也表示，如果会当得到大家支持，尽力议会服务，伊也正全力推广在地音乐团体有更好的表演空间。所以，伊伫咧10月26号暗时6点半，伫大南国体举办一场温馨的音乐会，要来邀请市民做伙参与。主要阮伫即个拜五吼，下暗的6点半至8点半吼，阮有举办一场音乐飨宴吼，音乐会。像过去吼，爸爸咧选举吼，李文俊李议员咧参选的时阵吼，伊也迄个竞选的一个迄个大会吼活动吼，阮仔拢是用音乐会这种性质来呈现呐。主要就是阮仔互市民朋友吼，会当安尼有得到一个吼安尼吼欣赏到这音乐吼，安尼较轻松吼。袂安尼吼，这选举吼安尼拢阮啊足紧张吼，足紧绷、足烦恼的吼。阮希望吼，带互市民朋友安尼一个安尼，因会当安尼收获吼、收成吼，安尼一个轻松吼。因为即摆的人吼，阮啊压力有人诚大啦吼，上班的压力啊、经济压力啊、等等各方面的压力吼，所以安尼阮用音乐会的一个呈现吼，大家吼安尼袂安尼遮尔啊大的一个压力吼。像即个客位主要是接棒吼，李文俊李议员传承吼，所以客位吼，阮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步调吼，阮拢吼甲过去吼，小爸爸吼，阮差不多大致吼，安尼相像吼，这好的所在，阮拢安尼继续甲延续落吼，就像这阮到煞来吼，就是11月24吼，安尼个差不多30几天吼，阮拢有举办吼几场的一个音乐会吼，安尼甲市民朋友来分享吼。阮欢迎市民朋友拢会当做伙来欣赏、聆听吼。阮会当关注我们的消息吼。伫音乐会上，除了有好听的音乐，嘛有准备点心提供予民众品尝，同时嘛会伫现场为普悠玛事件受难者来祈福，互这场音乐会更加有意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替台南市97000外位身心障碍朋友打造友善的环境，社会局持续响应12月3号的国际身心障碍者日，为10月29号开始举办系列的活动，希望让更较侪市民认识身心障碍者的权益甲需求，共同打造无障碍环境。市府小局为了响应今年的国际身心障碍者日，上午伫系列活动的宣传记者会中，以组织无共款，成就大力量为主题，邀集随和医疗中心、美善甲朝兴基金会等社会福利团体，共同启动向前身障者权利公约的供求，期待透过集体力量，打破对身障者一切无友善、无平等的对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身障朋友走出来，让我们所有社会各界的人士能够对我们身障的朋友一样的平等的一样对待所以这一些活动希望呢能够让我们身障的这一个朋友呢能够这一个走出来，而且跟社会大众接触。同样的，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以爱心善心平等的来对待他们。11月17日这一个嘉年华会就在我们市政府旁边这个南岛路这边来举办，那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共同来参与，因为不是只有我们市政府社会局或者是我们的身障团体或者我们身障朋友自己来庆祝这个12月3日的国际身障日，而是希望所有的市民一起来参与。今年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对10月29开始到11月23，包括纪录电影展、校园巡回讲座，以及11月17拜六的重头戏，也是伫永华市政中心南岛路顶的新庄嘉年华会，邀请所有市民热情响应。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由生态商圈所主办的万圣节嘉年华已经迈入第7档，今年特别结合成功大学以及在地店家来进行锦南果酱的评选，希望用各种妖魔鬼怪的变装比赛以及来回机票的抽奖，会当去引民众来遮打卡参与。
为迎着圣诞相款万圣节嘉年华气氛，亚洲参与学生除了以各种妖魔鬼怪变装，邀请民众拢来参与，也特别以南瓜为主题，设计各种万圣节的餐点，加上趣味调酒，要互民众体会无同款的过节气氛。市府徛伫打造相款甲民众双赢的局面，今年也特别甲圣诞烟花基金会合作，推出金南瓜奖的布置比赛。希望带动相款发展。所谓金南瓜奖，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个店家配合我们整个万圣节的气氛去装点他们的一个店面，然后我们会举办一个竞赛跟抽奖活动那我们是取前3名如果是竞赛的前3名，第1名、第2名、第3名，分别可以获得8000块、5000块跟3000块的一个奖金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装点的活动。那另外就是我们延续这7年来基督道的活动，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猛鬼当家的亲子变装竞赛啦，还有嘉年华，还有大游行的走秀，另外就是还有灯笼，提灯笼的一个 DIY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一个商圈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特色美食店家会在当天呢整个一个活动的期间会在这边做一个摆摊3、2、1，活动正式开始！成大3圈万圣节嘉年华猛鬼。今年万圣节27号嘉年华重头戏伫正式启动以后，东港将对9点半到暗时7点，包括变装游行、美食大会、加生活影片、电视等节日活动，拢同步展开。甚至这出打卡按赞分享，也有机会抽到台南大阪双人来回机票好康。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芳采访报道。遐款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历史博物馆甲芦苇启迪中心共同推出新视角芦苇至亲摄影展。24号上午正式开展，现场也特别安排至亲朋友为来宾做导览，希望透过3个主题相片来呈现因的想法。台湾历史博物馆对2012年开始推动文化宾馆的博物馆服务，互偏乡、弱势或者是身心障碍的社群会使来亲近博物馆。现在嘛向前一大步，甲台南市芦苇启迪中心合作，共同推出新视角2018芦苇至亲摄影展，互这至亲会使完整体验对策划、摄影到开展的所有过程。台湾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够来推动文化平权。那这个文化平权不只是让过往我们一般会做到的偏乡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族群呢来亲近博物馆，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推动知识平权。这个知识平权也不只是说学习的机会是平等，而是呢是大家一起来创造历史，一起来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台湾这块土地。所以呢，我们非常高兴这次有机会可以邀请芦苇启智中心的青年们，用他们的眼光，用他们的相机来记录这块土地，然后用他们的这种跟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眼光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土地，然后来呈现。那这个是台史博希望能够来推动大家一起来写台湾历史的一个努力。这届展览嘛分做3个主题：智慧上探索新生活，拄到台湾历史博物馆，互来欣赏的游客拢会使看到无同的电影想法，同时嘛加入触觉甲嗅觉的作品，并由至亲单元讲解。生动的讲解嘛，互现场的来宾笑声不断。很有幸从物店看到猫咪。
就很可爱，就在的样子啊，可以挥挥手的样子，可以挥挥手，就猫就会叫，要靠近它呢才会。对，那像我手掌心这么热情啊，这么热哦。心智障碍青年其实在平常当中，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被记录者的一个角色，可是他们在心里面也有很多想要去表达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操作的一个工具，就是相机，那让他们呢去发现我们身边中他们所要关注的一个环境，包括他们想要关心的人，还有包含他们自己。那在每一个不同的一个作品当中呢，都是他们觉得是有趣的，觉得是想跟我们周边的人分享的，所以呢，我们策划了这次的一个摄影展，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摄影展来展出，让我们社会大众更认识我们的心智障碍青年。新视角2018芦苇至亲两影展将会展出到明年的4月14号，伫台湾历史博物馆电视教育大楼1楼的儿童厅展出。展览的期间嘛规划至亲做导览的活动，嘛欢迎所有的民众做伙到现场为这个至亲加油打气，嘛欣赏这充满特色的作品。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介绍客家小调《美剪花》，即马就带大家一边欣赏歌曲，一边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今天我们摄影棚传过耳边的音乐，好特别，好好听哦。真嘅喏，今晡日好好这个天时好演嘅节目啊，人哋爱来观众朋友介绍一首客家传统小调歌曲，真嘅当好听哦。在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过的客家传统小调歌曲，说实在的，虽然呢我对客语歌曲不是很熟，但真的都好好听呢。人哋讲音乐特殊感情嘅音乐性格啦，来介绍族群嘅音乐特性，就讲做其客家人因为经常前世做当多嘅苦事，从事劳苦嘅工作，生活当单调，再加上离乡到外乡来打拼事业，免不了有思乡嘅哀伤。不过事实上啊，从我个人所接触到，也留存咗客家传统歌谣当中嘅歌词内容，大部分都系表达男女谈情说爱嘅情歌，当少有悲伤、痛苦嘅歌词来出现。就算有，也是少数有少数。真的耶！我们节目单元介绍过不少客语传统的歌曲、小调，还有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是情歌啊，还有亲情类或是励志类为导向的歌曲哦。就以民族性来讲啊，客家人是保守，也是当内敛嘅。就现例来讲，有啲小调呢，受到大陆、韩国、台湾嘅好多歌诶，还有原住民歌谣等等来影响最大嘅就是日本人统治人哋台湾时节嘅反文化运动，各类型嘅采茶戏歌谣都受到打压，实在有啲打伤。
好带民间人士呢，利用这个农闲时节来保存客家的山歌。客家小调一直到民国46年以后，各种的戏曲歌谣将重新来复兴起来，各种的彩茶戏未将渐渐的闹热起来。因为山歌小调歌曲所表现、所运用的歌词，係屬於民族的口語歌唱文化。無論係唔係實施嘅人，只要有興趣、有感受，都能隨時自編自唱。佢所大部分聽起來當順口、當好記，也就係山歌小調，也對民間口語歌唱文化嘅表現，做得普遍呈現客家人嘅心中。成為早期客家人日常生活、休閒生活娛樂嘅一種嘅基本能力，其中最重要一種嘅原因。小邓老師這麼說，不管是客家山歌或是客家小調歌曲，它應該是民間最大的娛樂功能哦。錯，還冇有兩個收音機、電視機之前啊，大家坐定看戲、愛現唱歌，對傳統社會嘅人來講，係當難得嘅社交活動之一咯。我已經迫不及待要來欣賞客家小調歌曲咯。好哦，今本日介紹藝術客家小調歌曲，按到每剪法，藝術歌詞嘅內容啊，描寫到一個多情嘅細阿妹嘅。上家嘅情郎嘅情景，每在房中剪花，剪花送本小嚴家，莫嫌花兒每數剪，哎喲千言萬載唔會家，哎喲哎喲千言萬載唔會家，每剪一蕊並蒂蓮，開花結子兩相連。蓮子長長心裡苦，哎喲愛弟倒頭有甜見，哎喲哎喲愛弟倒頭有甜見。每在房中剪花，剪花送本小嚴家。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